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霞。在书写了8本有关台南的书籍，以及参加很多的台南的文化活动之后，我今年非常荣幸的跟我们图书馆以及双子星电台的优秀团队，我们策划的一个新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台南爱读册新单元的一个开始。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秉持着阅读是一切的可能，我们用一个主轴叫做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图书馆。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有6大单元，这6大单元打开阅读的新扉页，阅读到他方，还有呢，我们今天做的亲子阅读，还有我们有阅读的声浪，还有我们邀请许多非常有名的知名的人士，让他们呢可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为我们帮衬。首先我们邀请的就是新世代的代言人，也是我们花甲男孩杨富闵，跟我一起来担任主持人。我们也邀请了淑女江娥、阿贵，还有阿春爸，还有高贤志老师，还有大家喜欢的小黑，还有许多在台南以及台湾各地呢非常有名的艺文界人士，甚至于连我说的建筑界的刘德华，我们今天的武术园的建筑师，我们都请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节目呢，让大家今天可以看到所有阅读打开一切可能的新单元。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让我们的摄影棚呢，今天呢放到城市里头，我们介绍城市里头许多有名的景点，比如说我们的草记，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林情二手书，然后呢还有我们今天的18卯茶屋，还有方圆美术馆，还有乌邦图书店。我们用这些的很好的人文景点，告诉各位，整座城市都是可以你今天打开书阅读寻一个美梦的地方。今天呢，我们首先介绍的第1集，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台南爱读册读书会的启动记者会。这个记者会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欢迎您来收看。非常高兴哈！我想今天在台南的艺文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活动，我们也真的非常诚心的感谢各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记者会。那这个记者会呢，事实上是我们台南图书馆今年算是第8年了。那我觉得台南呢推广艺文本身是一个非常深入到我们生活里头的一个人文的景深，所以呢在过去8年来，那么有一个团队呢事实上是替我们市府来做数位化的，透过双子星的团队的合作呢，所以呢一直在市民电台的不断的放送。这里面放送内容呢，包括台南的阅读经验，以及许多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他们也在做阅读。那在今年迈入第8年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机。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在2019年，台南的图书馆它已经进入了100年，100回哈，其实就完呢。也就因为这样缘故呢，当时在100年之后的今年2020年开始启动101，我们一个想象是，台南的阅读版图要更宽广，台南阅读版图更美学、更民间。所以呢，当时我们就在一群大家共同思考之下，那也透过双子星团队的整合，透过我们馆长的发心，我们就在想，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目做得更深入。那我今天要告诉各位是，今天我们在座有18位受邀请的朋友，他们之所以来这里，第一个，我们没有重金礼聘，我们馆长非常知道，大家都是真情相挺。为什么呢？我们算来算去，其实我们钱都不够耶，但是热情是够的。因为呢，我们这些非常大咖的这些从台南走出去的美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都告诉我们，台南是有无限的可能，阅读有无限可能，所以我们就开始启动今天的这么样的一个记者会，告诉大家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不仅只有做小学的阅读，我们做的阅读呢，包括建筑美学，然后呢新世代，所以我们有几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阅读 New Style 的新世代，所以我们找了很多很年轻的，但第一个就是我们帅帅的花甲男孩，他还帮我当主持人哦，所以很有趣。李炳书啦等等，那么也就因为这样缘故呢，淑女江娥呢，也在几乎 impossible 的情况下，她也答应来给我们做录影。还有呢，我们也会找 IG 的作家，当然呢，阿春爸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人物，就把他给抠来了。那么第二个是阅读呢本身，它一定要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我们也做了阅读声纳。
阅读声浪里面，我们请了，其实你说他们在唱歌吗？事实上不是，他们事实上是做了用音乐的台湾新乐府，唤起很多人对音乐以及文学的喜欢，所以我们就找了谢明佑大哥，一点点吼去唱阿嬷听啦。有一个甲我讲，迄阿嬷讲，啊你若无写歌给我听，他真的就替阿嬷来写歌哎。我觉得这是我们台南唱歌人的心情，是安那，跟咱半路做伙，大家呢真正做朋友。那我也找了高贤之老师，待会他就要表演。高老师呢，他也是透过一个乐琴，很国民乐器，然后来介绍给大家。因为图书馆未来会有乐器的借阅，这很有意思吧？让大家用音乐的旋律而带入我们的阅读生活里头。当然我说过年轻化，所以阅读声浪里面我们也介绍了展三，哪3个呢？牧歌音乐工作室，今天音响是他免费提供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伟正，然后他是土方谣的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另外还有一个摇摆狗，每年圣诞节的时候带一群年轻人去做摇摆乐团。然后呢，因此呢，他们也来做阅读声浪。还有呢，亲子阅读。亲子阅读呢，我们有嘉里北门地区的这个谢美玲她的团队，还有一位是从基隆来的台南的女儿，在基隆呢教育处做了后援校长，现在是他们的课程督学，也是延安秀校长。那么这个校长呢，他其实也在推广这样的阅读，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阅读的典范。那么除了这以外呢，我们当然做建筑美学以及空间，所以阿中提供了他的吴有为的空间。跟吴淑媛建筑师，然后呢，他来谈建筑与美学以及阅读的背景。那我们也请杨明忠大哥来教我们什么是建筑的一个美学。除了这以外，还有以旅行做单元的2个，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走进来。走出去呢，我们今天来的就是我们的李茂荣总经理。我到珠穆朗玛峰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白少波记者在采访他，我问他你为什么采访呢？他说因为这位先生是海峡两岸进出西藏最多的140几次，他带我到南极，也带我到西藏，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他就是我们的阅读的一个领导者，我们做个单元。那什么是走进来呢？一奇妙说是的，他也可以来帮忙。大栋说是的，他们都走进来，因为这样缘故呢，有这么多精彩的单元。我想从 New Style 从这样的精彩的单元之外，我们呢当然也做美术，美术是要到我们的美术馆的2馆的5楼，由潘嘉欣他一本介绍台湾美术史跟食物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做的第2个大改变。第3个改变，我们今年要做一个食书节。什么叫食书节呢？它是全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活动。只要哪一个城市有做食书节，就会列入了食书节的国际人文城市的名单。我们决定做了，以卡上4月1号，我们可以上国际书榜。我相信台南就可以走出国际化。那因为市长的时间比较的紧张，所以呢，我们马上就来请我们的市长为我们讲几句话。我们台南爱读册，好，这个节目从过去这一路走来，事实上得到许多市民的肯定，倒也不是大家只是爱看电视，因为大家喜欢看有质感，而且能够这个真的内容非常好的电视节目啊。那过去在这个台南市的公用频道第3频道，只是播一些市政的相关，相对来讲真的很无聊。但是播这个台南爱读册这个节目，这个收视率就会跳起来哈。所以很感谢我们双子星电视有线电视能够锲而不舍的这个不惜重资的一直来投注。那更感谢非常多的各位老师，大家能够这个不会为自己，只是想说真的能够为这块土地，为我们的下一代的能够做一些什么而这个无私的投入。那长久以来，刚刚王老师说这个图书馆，台南的图书馆已经100年了。这100年，从过去大家传统的就认为图书馆，很多人认为只是阅览室，只是 K 书中心，但是现在的图书馆已经摆脱了过去的刻板印象，有许多多元的这个面向，而透过电视节目能够介绍我们整体的电视图书会，能够让整个图书馆整个书都活跃起来，让培养我们这个下一代对这个阅览、阅读以及
这个读书会的一个爱好，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成果，所以我们台南市以国小来讲，每个小朋友学生他的阅读的册数在全国来讲是数一数二的，是排在非常前面的。这个在过去资源相对很充沛的双北啦，或是北部许多院辖市来讲，真的是对他们而言，真是很难想象的事情。那为什么对他们来讲很难想象？因为他们砸了那么多钱，可是这个学生的阅览率、市民的读书率，还是比较没有那么高。相对的，在南台湾的一隅，我们台南市因为各位的努力，因为各位老师的努力，还有努力的推广，可以让我们儿童的还有学童的，还有同学的阅读率能够提高。那借着这个提高，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借着大家喜欢念书、喜欢读书，然后看这个电视读书会，许多老师介绍本土的许多这个人事物音乐，我觉得其实这个对我们台南市的文化内涵有起了这个根本的作用。再次感谢各位对于这个阅读的这个投入以及奉献付出。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也要跟各位拜个早年，金鼠年行大运。希望我们台南爱读册能够真正更上一层楼，能够让我们爱上电视读书会。谢谢。在台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版画老师，就是洪福田老师。那林百货呢，自从3年前让他做了以后呢，那其实呢，他一直都是非常精彩的。那么这个主视觉里面呢，他抓住的意象，阅读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森林。所以呢，我们刚您看市长看那个主视觉里面，它就是在一片的森林中，每一片的长出的绿意呢，那个都是一个一个绿色的书籍。然后呢，这里面呢，我们有找了几个主要的人物。当然，第一个呢，剪花微笑的这个阿贵哈。那为什么找他呢？因为他们的形象比较特殊，有点国字脸呢，跟那个绑那个辫子，没人不认的。那另外一个，我们找了阿春爸，是因为没有人敢像阿春爸剪这种那么有型的头发，就对了啊。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除了这以外，我们放了市长，然后我们也放了这个馆长。那他呢是看到我穿红色，为了这个是我今天也只好穿红色了哈。然后呢是左下角是我，那另外还有一个富敏呢，总是永远呢坐在那儿呢读书着，然后呢风微微的吹着，所以那个坐在那里的是杨富敏。然后剩下那个呢就是我们是双子星的团队呢，他在做这个摄影的工作的一个状态，他也捕捉了2个摄影工作的人。那你看，如果在这个森林里头呢，其实呢阅读会像春天来了。春天呢，布谷鸟就会布谷布谷开始的鸣叫，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想跟鸟有关系的，会变成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未来我们要做的所有采访中的一个主视觉的宠物。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时书娃娃。所以时书娃娃呢，它主要是以猫头鹰来做它的造型。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其实猫头鹰一直让人家觉得它是一个有智慧的象征，所以就因为这样缘故呢，我们用的猫头鹰来做这么样的一个视觉。所以因此呢，洪福田老师把这个做起来之以后呢，我在想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是，也许我们现在只是找到几个主要的人物，但是透过他这种的形象化呢，那不管以后我们请的团队是不是我再继续主持，但是它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因为是我们阅读的众生相。好，这是我们今天在做这个视觉里头呢，我们主要去做的。那我们这个在局长还没有讲之前呢，我们呢因为以读书做主题，你想在森林中如果能够歌唱多么好，所以我们要先请我们的高贤志老师来为我们唱一段《40读书乐》。我们先请高老师帮我们唱一唱《春天的时阵，你来读册，有什么美丽的风景会让你看得到》。老师请。三公照干随了路。
朋友，落花随便，哎呀，解文情。初到无见，小公路。人生那唯有土是风，土是一路路如日，留满从前，哎呀错不敌。谢谢高老师。那这个曲调呢，其实真的好听哈、我们的副局长，您觉得好听吗？好，那我们要邀请你帮我们讲几句话了。好，邀请我们的美女副局长。台南爱读册是我们已经推了将近今年是第9年了哈，已经8年，然后今年是迈入第9年的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主要我们就希望说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喜欢读册，我们的年轻人喜欢读册，我们的中年人也喜欢读册。那台南是文化古都，是一个文学城市，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就是有这样很好的书香文化。那经过这几年的推动呢，也确实也造成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刚刚市长也有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不管是借书率或者是入馆率这等等我们的成绩都一直在提升当中。那每年的孩子对于这个借书出去的这个年平均率成绩也都非常的好。好，但是今年呢，台南爱读册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转型。好，那我们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台南最重要的这个文学作家王美霞王老师来跟我们担任主持人。那每次只要有王老师主持的场次呢，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气质，然后非常的有幸福感。那总会觉得满满的，会觉得说。作为一个台南人，真的是太幸福了就是只要有王老师，他对台南这块土地的感情，不管是他从这个人的描写，或者是人事物的种种的这个诠释呢，他都用他满满的感情你都会觉得这块土地有王老师真好。那接下来我相信在王老师的邀请之下，我们18位的这个作家，大家。每一位呢，我相信都是对台南这块土地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然后都也有非常深的这个期望。那也在这一块土地上都努力耕耘非常长的时间，那也都各有专长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今天与会的在座的所有的这些作家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让大家认识。你们，然后也希望借由大家的一起努力呢，我们都可以推荐出好的书，然后让台南的孩子不只认识各位，也认识更多刚刚王老师所讲的有音乐上的、建筑上的，或者是文学上的，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孩子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跟认识。今天呢，我们刚刚也有蛮中国式的对文学的诠释。我们现在呢，就要接着邀请的是洪其美老师以及吴婷怡老师，他用一个西方的文学的角度，加上我们基石层的舞蹈，来给各位一个文学的音乐响宴。
有发现，其实呢，文学跟美还有跟音乐呢，它结合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享受。我相信，只要我们多推广阅读，阅读是一切的可能。我们有更多这么样的一个享乐，那么对台南人文景色一定有更好的一个进展。那我想呢，今天呢，我们最后呢，要跟各位再一次的介绍一下我们。未来您会看到这个主视觉，就请你给我们按赞，因为呢是我们这样大家一起呢共同发行的团队的努力。我们首先呢要介绍的这个主视觉呢，其实是我们的 FB 上的一个主视觉，那上面有台南 Public Library， 就是一个台南图书馆的一个表征。那这样的一个主视觉里头，告诉你是你看到很多书吗？书是长成绿叶，绿叶呢是很有养分的，所以每本书都是一个养分，而非常聪明的。猫头鹰会告诉你，打开它，读书就是对的。所以台南爱读册，是的，一定要这个样子。好，那是我们第一个主视觉。那第二个主视觉呢，其实告诉你说，我们这个呢很新的一个团队，我们希望台南更年轻化，世代是永远的希望。我记得我们在前2天的时候，我写了一个 FB 上这样写，这里面我们讲说要向年轻的世代尊敬。台南目前是年轻人进来的最多的城市。是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用阅读 New Style， 所以呢，当然一定要请富民来当主持人啦，对不对？因为呢，大家听到花甲男孩兴奋到不行哈，富民加油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3个视觉是阅读的新扉页。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未来在时书节3月28号，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美的翻糖蛋糕，那个蛋糕上面就是我们新图书馆的一个造型。新图书馆其实我们的洪馆长花了很多的心力，每次开会我都觉得很感动。为什么？他开发了各种的可能，幅员广大，视野宽阔，而且呢提供无限的可能。欢迎各位也一定要走到我们新扉页的图书馆里头。所以呢，我们也会做一个专辑来介绍新图书馆带给各位什么东西呢？好，那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阅读声浪。那么这个呢，我告诉你是很多人夯到不行的哈。你会看到我们的小黑啦，还有木根音乐工作室的小昭啦，还有土方谣的伟正啦，还有这个摇摆狗啦。那么他们几位呢都有，当然还有您会看到的高贤志老师。那我还要特别预告一下，刚你有看到洪七梅老师的抒情很美，对不对？洪老师已经答应我们了，未来在这个地点的许时音乐馆。他将用竖琴来跟各位讲很多很多美的，包括台江的人文。好，我们敬请期待。那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生活跟艺术。为什么呢？因为您只要看到杨明忠大哥就对了，你只要看到吴淑媛就对了。然后呢，阿忠会跟吴淑媛一起谈，为什么呢？吴淑媛呢是我们这次在台中的这个花博呢一个策展人。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吴淑媛是建筑界的刘德华，长得还挺帅的。已经有人预约说，他到阿中那边去，在这边做采访的时候，他们要旁听。我说可以，我们要收钱。好，那这是开玩笑的啦啊。那呢，阅读宝贝呢？因为这8年来做的最好的，非读不可就是亲子阅读，所以亲子阅读也是我们要更续的。因为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粉丝粉友都是按照亲子阅读而进这个图书馆，抓住他们的心很要紧，所以我们才会请家里的这个阅读工作室，还有请严安秀校长一起来做。那当然呢，另外一个拓展的非常广的是旅行到他方。那么我相信呢，大洞走了很多地方，最后到台湾落脚，一定有他的理由。一七庙这么喜欢台南，也在台南5月的时候，他要演出一个舞台剧，所以一七庙是5月的时候要录影。那李总呢，为什么可以走这么远？我一直认为他是在台湾我看到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位阅读旅行者，因为他是台南星云人。台南人有能量走出世界，我们就用这个单元跟各位旅行到他方。那另外呢，最后一个是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图书馆。我想我们以后要建制一个概念是，你在台南随处都可以栖息，到台南随处都可以阅读，因为台南的店家很特别。如果他是一个诗人跟文人来当老板20年不稀奇哦，台南人吼，这老板这20-30年还是一个诗人，你不觉得我们用哥也很有气质吗？他卖的豆花，你一定要给他2个5块。我就问用哥为什么，他说人吼这顶东西有缘呐。
5N 很重要，所以我就觉得是台南店家一定要把这精神告诉大家了。好，那这个呢是很特别的时书娃娃。这个时书娃娃呢，它就是打开一个阅读。那以后呢，未来我们每位来宾都可以来抱这个很有分量的时书娃娃。我们是请台南的非常有名的草头黄，也是一个年轻的，应该算是一个工作室的创作者，他来做的。那他呢，就按照洪福典老师的画面做的是时书娃娃，卡哇伊到不行哈。以后我相信我们会用这做很多文创，也请各位多多支持。台南爱读册这精彩的节目，我们会在台南市有线电视第3公用频道与各位相见。每周3我们会首播，那个时间是晚上的8点半到9点。之后呢，我会在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下午5点半到6点，晚上一样是8点半到9点，你会看到精彩的节目为您再次的重播。我想阅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精彩的台南爱读册值得你一再的观赏。我们欢迎你随时来观赏我们节目。那么外县市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搜寻我们今天台南爱读册的粉丝页、脸书、我们的 YouTube， 还有我们的网页，随时掌握及时的资讯。欢迎您随时与我们做朋友，台南爱读册，大家一起来。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为止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摊。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